继续来看，这个月初二，台中大理一个啉酒开车的女犯，以啉酒逆向连撞8台车，还2个骑士来惨死。其中一个死者是大学生，今仔日出山，伊的父母咧送走后生最后一刻，情绪崩盘。再就是来痛骂，讲这个啉酒开车应该就要判重刑。啊，这个法务部是拍算讲，那这个酒测值超过0.75毫克，佮弄死人者，要用杀人罪来判刑。也毋过，男大学生的父母认为，啉酒开车应该是零容忍，也就是讲，若要开车，一滴酒拢袂当去吸到。这个月初二，伫台中大理喝啉酒赛车的女犯弄死去姓平的男大学生，其行告别式，肇事者查某囝有够凌前跪落去。杀人凶手的错，你们没有错。饲甲读大学后生都安尼无去啊，家属一直忍骂啉酒赛车。应该立法酒驾致死，就是形同故意杀人，不得假释。家属认为法务部最近的研究将酒测值0.75定为杀人罪，应该降低甚至零容忍。车祸发生当时，死者老爸阁问这个嫌犯讲是安怎要啉酒赛车，送走后生这个时刻更加深刻认定，这个法一定要修改。这种行为，我们一定要竭力的把它遏制，避免再有无辜的生命受到摧残。法务部嘛决定针对啉酒赛车肇事将严治罪，以杀人罪来论处。不过听讲酒测标准会定伫0.75，立委审计会开记者会强调讲，立法院提案修法，不过司法甲法制委员会拢无粗心。有10来个法案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入实质审查。法务部或许他就是幕后阻挠这种法案的那只黑手。啉酒赛车夺走真侪无辜的性命，修法将严，差不多已经是社会共识啊。